早晨大家，咁今日我哋嘅兩位嘅主講嘉賓就係你見到嘅Selina Chin 啦，錢敏華博士同埋葉曉敏小姐嘅。咁咧首先咧，我想邀請就係我首先介紹咧錢敏華博士。咁咧佢係自2001年香港中樂團公司化之後，錢博士獲理事會委任為行政總監至今。樂團積極拓展追求卓越嘅中樂演出，獲邀於國際舞台亮相之外，更加致力於樂器嘅改革、人才培育、教育推廣及藝術傳承，而且仲舉辦多項嘅大型器樂節嘅活動啦，獲咗3項嘅健力士世界紀錄，首創全球國際中樂指揮大賽，以及舉辦疫情後首場嘅海上5G 音樂會。喺佢嘅領導之下，行政與藝術團隊協作開拓資源，成就多個里程碑。錢博士而家現任香港藝術行政協會董事局主席、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顧問、香港董事學會資深會員，並為多間音樂院校資客座教授及講師。首先歡迎 Dr. Chin。大家早晨。咁就頭先都有少少簡就講咗香港中樂團啦。其實中樂團喺嗰個文化 sustainability 方面咧，其實都一直係耕耘。咁包括喺人才培訓啦，喺社區嗰個拓展各方面。咁而阿 Louis 嗰陣時講就如果講中樂團喺文化上邊嘅 sustainability 實在好多範疇可以講。不過今日咧就集中講環保胡琴，就係樂團嘅一個科研嘅一個項目。咁喺我哋講我哋嗰個環保琴之前咧，我先介紹一個朋友。咁我如果你問我嘅話，我介紹佢咧，我會用一個中樂愛好者、熱愛支持者。其實文化點解可以 sustain， 點樣可以發展，唔係淨係靠一啲行政人員或者藝術家去努力去耕耘，側邊有好多人嘅支持 support 先至可以 sustain 落去。咁正式嘅 title 咧就係和記電訊嘅前行政總裁，同埋香港中樂協會嘅理事長古星輝先生。咁今次咧，我點解要話佢咧？佢係一個業餘中樂，應該點講？佢應該係個專業嘅中樂觀眾，亦都有一個專業嘅演奏技術嘅朋友。咁咧，我哋唔好放過佢。今日咧，我請佢嚟咧，就幫我哋演奏一下，用我哋嘅環保琴演奏2個片段俾大家。有請顧生。阿顧生而家手上大家都會見到嘅，嗰個咧唔係蛇皮嚟嘅，嗰個版面嗰個係一個白色嘅，係美國杜邦化工嘅一個可分解嘅物料嚟嘅，亦都唔係塑膠嚟嘅，佢係可以分解。咁應該係樂團2005年嗰陣時已經開始去研發嘅一個項目。咁而家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同我哋購置呢一個樂器。咁我哋請阿顧生。以下嘅時間交俾你。我開始之前講2句啦。第一就多謝大家。唔好意思。即係多謝大家俾個機會我，多謝阿 Selina， 多謝阿 Louis。咁我講呢幾句咧，其實等大家知道咧，我今日嘅角色咧，好似 Selina 咁講咧，我只係一個非專業、非職業嘅演奏喜愛者，不能代表這個胡琴能發揮的功能嘅極限，所以咧我要做咗個 disclaimer 先，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呢個胡琴本身咧，佢係有好多好處嘅。咁我作為一個觀眾，作為一個演奏者，用咩角度去睇呢件事咧？咁就係本身呢個琴本身，你睇個外觀，我諗阿 Selina 唔提出嚟，你唔知佢係環保琴定係傳統胡琴嘅，因為佢哋設計嘅時候咧有個我劇透少少咧，有個3不政策。第一，不能改變個外觀；第二，不能改變演奏方法；第三，不能改變基本音色。但係最尾嗰個咧，唔等於唔好嘅喎。可能係更好嘅，咁所以大家聽咗再判斷，好嘛？
拉，一個係環保二胡，一首輕快嘅賽馬。第二首咧就係大家都聽過㗎啦，有一個環保高胡，咁我就唔使講歌名啦，個個都識嘅。佢一個高音啲嘅胡琴。多謝顧生，多謝 Kenny。咁我哋就開始講故仔啦。好。咁其實首先咧都講翻咧，就係話點解中樂團會用呢一個突然之間做呢一個研發嘅工作咧咁。咁其實中樂團嚟講咧，就好似頭先講啦，喺2001年公司化嘅時候咧，就訂立咗一個使命宣言，而其中入邊咧就係追求音樂至高境界，即係精益求精，我哋點樣可以做得更加之好。咁而我哋係希望透過優秀嘅樂器咧，同埋音樂表現咧，去推動成個中樂嘅發展，包括係香港同埋世界各地。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咁而喺世界嘅樂器發展入邊咧，其實一直以嚟咧，中西方樂器都有做呢一個研發同改革嘅工作。咁而配合大型中樂團嘅成立咧，大概喺40-50年代嘅時候咧，咁所以就已經喺呢個和聲啊、作曲手法方面咧，都係比以前係更加要求一個準確。咁而中國音樂喺理念上面咧，就係追求和諧。咁所以我哋嘅樂器嘅音色咧，亦都係要係追求呢個協調，係非常之重要。咁而喺50年代嗰陣時咧，其實胡琴嘅弦線咧就已經係改成呢個金屬嘅弦線，咁而係不停咁喺度結構咁喺度改造。咁而喺嗰個時間咧，其實蟒蛇已經係被列入呢個保護動物㗎啦。咁所以有啲樂器咧喺當時嚟講，其實都有人採用過豬皮啊、貓啊、其他啲咁嘅物料或者塑膠去做，但係個共振咧係唔夠蛇皮。咁所以咧點解一路流傳落嚟咧，都係用呢個蛇皮、蟒蛇皮嚟做呢一個胡琴嘅一個嗰個皮嘅。咁而蛇皮對環境個濕度變化佢係好敏感嘅，咁所以咧其實你去到一啲乾燥啲嘅地方咧，就會啲聲音就會高音啲嘅；去到一啲濕啲嘅地方又會我哋講為塌咗嘅聲音。咁而樂團嚟講係經常係出訪演出，咁亦都係隨住呢個環保概念啦。咁我哋亦都知道有好多國家其實係唔準入境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其實最主要嚟講，我哋就係樂團喺度追求緊個音色點樣可以更加之穩定，唔好受呢個環境嘅影響，而當然亦都係保育。咁我哋大家睇下咧，就係話其實曾經都有一個就係啲蟒蛇皮係好中意香港中樂團，啲蟒蛇好中意我哋，原因係因為我哋唔會再殺佢哋，我哋要保護佢哋。咁你其實根據翻個記錄咧，喺中國嚟講咧，嗰啲胡琴嘅產量係每年差唔多係50萬把。如果根據咁樣計算咧，其實差唔多要殺成6萬條蛇。咁所以我哋要保育，唔好再殺佢哋。咁就好啦。咁然後咧，你成日講話環保胡琴系列嗰個系列係咩咧？其實就大家睇到頭先阿古生都用咗高胡、二胡啦，其實仲有一個係中胡比較低音啲。而大家見到好多中樂團咧係仲係用緊一個 cello 同埋 double bass 嘅。咁而我哋係用翻一個叫革胡同埋低音革胡。咁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咦，點解咁得意嘅？咁其實呢一個革胡同低音革胡咧喺50-60年代已經喺上海音樂學院有楊遠森嘅教授咧，佢已經有個雛形，佢有個研發。咁我哋後嚟咧就喺日本嘅京都見到，突然之間發現咗一個日本人係演奏緊嗰個樂器。咁所以我哋就走去同佢傾。咁後尾佢先話翻我哋聽，原來嗰陣時有個教授有個雛形嘅研發。咁所以我亦都去翻上海拜訪翻佢個家人。我哋係咪可以 base on佢嗰個設計而去再 redevelop 啦？咁當然而家呢個再 develop 已經係第2、第3版，已經同初時已經係唔同。咁而陣間我先講嗰個發音嗰個共性俾大家知道。好啦，咁而我哋研發咗之後咧，其實都係有好多香港嘅一啲環保獎項啦，亦都有一個國家第4屆文化部嘅創新獎啦。咁當時係得到呢一個曾德成局長嗰個提名，我哋去參加呢一個獎項。咁亦都除咗呢個之外咧，其實舊年咧亦都係有一個 SDG 嘅世界紀錄係攞咗嘅。好啦。咁講古仔啦，咁喺2001年嗰陣時咧就其實嗰個係我嚟嘅，雖然大家可能唔認得啦嚇。咁就係2001年嗰時就係公司化。點解要講公司化咧？其實當年樂團政府要藝團公司化，最主要嘅目的就係希望佢哋更加多啲彈性，無論係追求佢哋藝術上或者社會嘅資源。咁喺嗰陣時其實以前樂團都有做呢個研發嘅工作，但係就只係於阮時春先生本人，因為嗰時政府咧就未有一個政策咧係話可以推行樂器改革。咁但係後期喺公司化之後咧，藝術總監嚴偉昌先生咧就同理事會傾，其實我哋係好希望做樂器改革，希望有更好嘅聲音。咁嗰時理事會係經過好多次會議之後咧，就去批核咗呢一個建議。咁頭先點解寫不歸路咧？就係你一做咗之後咧，其實你係會不停去追求呢一個完善。咁就一做就做到而家啦。咁我哋成個過程咧就唔係話就咁研究咗之後就完成嘅。我哋係要透過研究啦，跟住實踐之後就再完善。所以點解頭先講就話而家已經係好多版，就因為做完之後我哋擺落去樂隊度再用。用完之後再去研究佢嘅音色，然後就再去改善。咁你大家見到咧，我就係不斷試驗。咁當時我哋呢個係阿阮生嘅工作室啦。咁另外就係出到嚟嘅聲音係點咧？入邊嗰個發音點？咁你到頭先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好多時候大家咧有一個
resist to change， 就係話當你睇到嘅時候，好多我哋其實嗰陣時都係面對緊一個挑戰咧，就係好多人出嚟就話唔係新嗰啲個聲一定係唔夠傳統嘅好嘅咁。咁於是乎咧，亦都試過有啲同事話我呢把琴唔得嘅，一定唔夠以前嗰個好。咁所以嗰陣時咧，我就建議咧就用咗一個方式叫 blind test。我哋有一個幕喺前邊，大家唔好靠眼睛去睇，淨係靠你耳仔去聽。我哋用同一個樂手拉同一隻歌，但係用唔同嘅琴。咁呢一種做法試過喺我哋自己嘅團員嗰度啦，試過喺專業嘅演奏家啦、專業嘅音樂研究者啦，亦都試過係現場觀眾。咁我哋一個例子好好笑嘅咧，就係我哋個團員就話佢嗰個琴係實在太差，根本係拉唔到，唔得嘅呢啲聲。咁我哋做完之後咧，結果喺全團我哋嘅專業嘅胡琴演奏家，佢哋自己揀咧，反而最高分數就係嗰把琴。咁所以嗰個同事咧，從此之後就唔會再出聲啦，因為咧原來咁佢反而諗下，因為呢一個琴咧，根據阿阮生所講咧，唔係一個普通嘅 Honda 嚟嘅，呢個係法拉利嚟嘅，你一定有翻咁上下技術，先至可以奏到佢好嘅音色。所以頭先我點解話阿古生其實雖然佢係佢個專業係科技。係科研呢一個，但係佢奏到係專業嘅音色嚟嘅。咁咧就我哋係做咗呢個不斷試驗。咁亦都之後你見到嗱，其實嗰時係做咗好多琴喺度試。咁呢個都係我哋繼續去研究啦。試完之後咧，其實咧嗰陣時咧，嚴生咧最初係好有少少要求，就係話我哋做咗高胡、中胡，但係咧二胡咧其實係最傳統嘅中國音色。所以喺頭先都講過，就話我哋用係二部不換影。嗰個方式係希望要保留佢傳統嘅音色，所以我哋一直咧都係最遲咧，其實先做二胡嗰個研發。咁而2008年點解有大家都見到阿周凡歡先生啦，其實一個好出名，大家都識㗎啦。咁嗰陣時佢就係跟我哋去咗我哋喺英國嘅演出，咁喺 Royal Festival Hall。佢聽完之後咧，佢就話唔得，你哋一定要盡快做二胡。佢因為咧喺其他嗰個共振入邊，好明顯二胡嘅聲咧係唔夠其他啲咁強，咁所以佢就話你哋翻去唔好再猶豫啦，二胡都要做啦。咁所以喺2008年咧翻去之後咧，我哋就即刻就去做二胡。咁而當時咧呢個又係一個好好笑嘅例子咧，就係嗰陣時我哋同阿馬友友先生合作啦，喺文化中心。咁當時佢嚟，其實我哋已經問佢，你會唔會試下我哋呢一個教胡啊？咁佢就唔好啦，我都係用翻自己嗰個cello。咁後尾到 encore 嘅時候咧，咁就 suppose阿馬生啦 Yoyo 咧就要落嚟同我哋 encore 就十面埋伏，但係就揾極都揾唔到佢。我哋睇到咦死啦，去邊咧？揾嚟揾去唔見咗人喎咁。後尾啲同事就話：哎呀，原來佢上咗去休息室攞咗我哋把教胡。於是乎點解有呢張相咧？就係佢結果就係攞咗呢一個教胡嚟同我哋一齊演嗰十面埋伏。咁佢因為其實我哋呢個教胡圖先傾過，就係個演奏法我哋係唔改嘅，即係話你彈開 cello 嘅朋友咧係可以拉我哋呢個教胡嘅。咁喺2008年之後咧，結果就喺2009年咧，我哋喺 Cara Festival 咧就全套嘅環保胡琴就面世啦。咁就係連二胡咧就做埋呢一個環保琴啦。咁而喺2009年，我哋喺 Cara Festival 之後就喺 Carnegie Hall 啦，亦都係去到北京，亦都好似頭先我講啦，就係話我哋不停去研發、實踐、再改善。咁所以喺2009年嘅時候，我哋喺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嘅時候咧，亦都有個座談會，亦都係特別咧係針對呢個環保琴聽到專家嘅意見。咁亦都喺2011年咧，亦都請到台灣啲專家咧，幫我哋做咗一啲音域嘅一啲去研究睇咧嗰個出嚟個效果。咁頭先我講到嗰個共振咧，就係話點解個聲效佢哋而家講係1+1等於3咧？就係因為你睇得到咧，就係頭先我哋環保嘅二胡、高胡、中胡咧，都係板幕共振，即係話一面係個幕 membrane， 另外一邊係一個 sound box。咁但係如果你用咗 cello 同埋用咗 double bass 咧，佢哋嗰個咧係板，即係一個係一個板，後邊嗰個又係板。而 which is 我哋個夾胡同埋低格咧，同樣都係板幕共振，所以你變咗成個系統咧都係板幕共振咧，嗰個 vibration 喺科熱方面嚟講咧就會係 consistent。咁所以我哋出嚟嗰個音色咧，我哋試過去Oslo 呢個北境圈度演奏啦，我哋特登係拎晒啲琴出嚟試嘅，因為咧。佢哋嗰陣時喺北京2009年就好似係好凍，佢哋就話拎嗰個琴出嚟嘅時候好似雪條咁，因為你嗰啲貨櫃，佢話如果係蛇皮嘅話，根本係承受唔到嗰個咁嘅嗰個溫度。咁我哋今次去呢個咧係零下好多度，特登就拎晒啲琴出嚟，就係睇下會唔會對佢有影響咧咁。咁科研之後嗰個
結果咧就係話佢哋能夠當然個音色提高，大家都聽到就係比較係清晰啲，同埋咧嗰個共振啦，同埋嗰個清晰度，同埋嗰個 penetration， 咁係講出嚟好似唔係幾科學咁，因為蛇皮咧大家都知道嗰個係一個條蛇嘅唔同嘅部位，唔同部位佢個 density 其實係唔同嘅，咁佢會呼吸，佢係有機，咁所以每一隻二胡或者高胡其實係代表一條蛇嘅唔同嘅部位喺個台度嘅，咁所以變咗奏出嚟一定係唔得均勻。咁而佢再加上個天氣嘅影響咧，嗰個反應，所以成個以前大家聽到一啲樂團咧，當然你如果以獨奏嚟講，佢代表嗰隻樂曲，咁你可以感覺到啊呢一個音色出嚟好啱呢隻樂曲嗰個感覺。咁但係如果你係成個樂團係要統一個音色，係要齊整嘅話咧，咁就好緊要啦呢樣嘢。就如果唔係咧，就好似似雜雜，好似好唔得整齊嗰樣嘢。咁當然我哋亦都有搞過一啲我哋音樂會啦，咁亦都喺音樂會上面亦都展示俾一啲朋友睇到我哋嗰個環保琴。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故仔啦。咁但係咧，如果即係想再聽多啲樂團，除咗去現場之外咧，係可以 scan 呢個曲咧，就係我哋有個 Net Concert Hall。呢個就係我哋喺疫情嘅時候咧建立咗喺網上一個免費嘅音樂廳嚟嘅。咁就多謝大家。仲有講一講，其實所有頭先嗰啲故仔，因為時間關係，我就好濃縮咁講。所有由佢係燃起幾時個背景一路所嘅過程咧，其實呢一本書係周凡夫先生嘅遺作嚟嘅。咁佢係一路以嚟我哋成個研發嘅過程，佢都係一個見證者。咁佢就將佢嘅感覺所有日寫咗喺度。咁亦都佢係未完晒咧就過咗身。咁所以後期咧，我哋就請咗周光臻博士咧，幫我哋將佢啲資料咧再整理翻咧，就出咗呢本書。咁就係頭先個故仔啦。多謝。多謝錢博士啱啱嘅分享。當我哋講緊文化實踐同埋可持續發展嘅時候，原來香港呢個中樂團咧已經發展呢一個環保胡琴已經超過20年嘅歷史。咁喺呢度咧，我都會想講下咧，其實除咗例如中樂團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有一位 individual 咧，佢咧生態作家及藝術家葉曉敏咧，佢都以呢一個自然生態為創作核心啦，而且喺荔枝窩在地創作嘅。唔知大家有冇去過荔枝窩探曉敏嘅，或者去佢嘅隱山嗰度咧？咁呢兩位咧，其實你見到咧，其實我哋都用唔同嘅方式去講到底點樣去實踐呢一個可持續發展嘅。咁不如等我先介紹一下曉敏先啦。咁葉曉敏係一個香港生態作家同埋藝術家啦，佢曾經出版過8本嘅個人著作啦，而且咧佢熱心推動呢一個生態嘅書寫，近年咧同多間嘅大學合作，舉辦課程啦、講座啦、野外導賞啦、文化創作坊等。咁喺2019年開始咧，佢就喺沙頭角梅子林咧，係用藝術嚟到活化計劃中咧，繪畫咗6張大型嘅繪畫，一陣間你都有機會見到嘅。咁而2021年到27年咧，就喺森林村落梅子林及甲塘永續鄉村計劃中擔任壁畫嘅策展人啦，而且佢係地景藝術家同埋文化紀錄員嘅。咁2021年咧喺荔枝窩成立咗有機嘅農場暨品牌隱山嘅。咁不如我哋一齊歡迎曉敏。好，咁啊，早晨，咁啊，好開心，去到即係鰂魚涌。其實今朝早咧就係由荔枝窩嚟嘅，咁啊，今朝早我幾多點要起身咧？其實就即係真係5:09就要起身啦，跟住6點半就要 ready 就出醒啦咁樣。咁結果都係OK 嘅，原來由北去到南咧，其實大概即係2個鐘頭到啦，咁就可以到即係喺大家嘅眼前，跟住就可以講下我喺荔枝窩嘅生活啦。咁今日嘅講題咧就係
讓大自然介入隱山的書寫與藝術實驗咁。咁我知道我自己咧係有20分鐘講嘅，咁我其實咧就準備咗40幾個 PowerPoint，咁唔使急，最緊要快咁去講啦。咁其實咧自然書寫咧我就大概係寫咗11年啦咁。咁喺11年嚟咧，其實咧都係環繞住一啲香港自然生態嘅一啲嘅知識啊、一啲嘅經驗啊去書寫嘅咁。咁文字咧就係我主要嘅媒介啦。另外咧亦都會有畫畫，亦都係有耕田咁啊，一陣間都會逐一咁介紹俾大家啦咁。嗰時咧，因為即係講開點解我會即係做一個自然生態書寫咧，我覺得大自然呢樣嘢咧，對於心靈咧嘅療愈咧係非常之好嘅。因為記得我11、12年前咧，其實曾經都係經歷過一啲人生嘅好低谷嘅情況，即係不論係健康啊、愛情啊、家庭啊，即係好多嘢其實長輩離世啊，咁其實都係非常之難過啊咁。但係咧好彩咧，就係我揾到大自然呢個地方咧，能夠即係令到我慢慢咁樣扶翻起身。咁我就即係以香港大自然為即係一個內容啦，咁就即係寫咗2本嘅關於香港原生植物嘅書。因為我哋講植物咧，好多時咧就會講一啲係究竟係原生本土嘅植物，抑或係一啲嘅外來品種。咁但係我覺得香港原生植物咧其實已經非常豐富，因為其實香港原生植物嘅數量或者個品種咧個物種咧係有成2100種以上。咁所以基本上4季上升，我哋都可以睇到唔同嘅物種。咁係啦，跟住之後再隔多幾年咧，意猶未盡，咁寫埋尋他咁啊，即係寫埋動物啦咁。咁應該都會介紹下香港有咩有趣嘅動植物咧咁啊。咁我尤其是係好中意一啲即係叫做香港命名嘅植物啊。咁例如即係香港馬鞍山嗰邊咧就會有即係一種即係以香港命名嘅杜鵑，就叫做香港杜鵑啦咁。嗰本尋花同埋尋他裏邊咧，其實即係所有嘅插圖咧、插畫咧都係即係自己畫嘅。另外咧就文字咧都係即係自己一手包辦啦。都可以講即係其實我本身係中文系畢業嘅咁所以咧即係咧係 pick up 一啲即係科學知識嘅時候咧，其實咧都花咗一啲嘅功夫嘅。亦都係即係越睇就越多嘢啊！因為其實香港命名植物咧已經係有好多噶啦咁。例如即係左上邊嗰個就係香港四照花啦，下邊嗰隻咧就係香港秋海棠啦，即係左下邊。尤其是香港秋海棠咧，佢係一種即係香港嘅獨有植物啊。跟住其實香港喺2100種原生植物裏邊咧，有一部分咧其實係一啲叫做世界獨有嘅品種，即係全世界嗰個地圖咁大嘅時候，其實香港係有一啲獨一無二嘅物種嘅。另外即係右上方就係大嶼八角啦。咁我哋喺大嶼山嘅大東山同埋鳳凰山都可以揾到嘅。而香港細參咧都係一啲獨有嘅品種嚟嘅。咁淨係喺大東山先至可以揾到呢啲物種。咁所以其實香港都係一個珍貴嘅自然寶庫嚟嘅。另外咧，香港嘅蘭花咧，亦都係非常之出名啦，或者係即係亦都係好靚嘅。例如左邊嗰隻咧，就係而家10月、11月咧開緊花嘅紫紋兜蘭。佢個靚，因為佢係一種即係香港嘅原生嘅唯一一種兜蘭係啦，即係或者叫拖鞋蘭啦咁就即係亦都係即係佢有花名咧，就叫做即係香港小姐啊，因為靚到嘅香港小姐咁樣係。另外右邊咧嗰隻咧就叫做粉紅叉柱蘭。呢個就好開心嘅，因為咧係即係5、6年前咧我行山嘅時候咧就同一個朋友咧發現嘅即係一個物種嚟嘅。即係其實我自己都對於蘭科係有啲喜好，咁所以咧一見到呢朵花嘅時候，我就覺得好似喺一啲即係圖鑑本地嘅圖鑑裏邊咧冇見過呢種植物喎。跟住再問翻嘉道理嗰邊嘅蘭花專家啦，跟住就即係原來 confirm 咧呢一隻咧係即係一個已經消失咗50年嘅物種嚟嘅。因為喺50年嚟咧都冇咗斷咗一個紀錄啊咁但係即係開頭以為係一個會唔會係一個野外滅絕嘅物種咧？咁但係原來唔係嘅，佢只係匿埋咗喺深山嗰度休息咁啊！即係到有緣嘅時候咧就會咧即係俾我哋見到啦。
咁我自己咧就會中意畫一啲好古靈精怪嘅，即係古靈精怪嘅植物咧，就令到我會個印象更加深刻啦。咁啊，例如有一種叫香港馬兜鈴咁啊，咁佢同我哋認知嘅一啲花草咧，其實嗰個形態可能都有啲唔同嘅。咁係啦，就中意啲古怪嘅植物啦。咁啊，但係代價咧，其實都係需要攀山涉水啊。你見到即係其實咧，我而家即係個膚色咧好深啦，即係或者係四肢發達咁樣咧，其實咧就係因為行山行得多，又有耕田咁樣，所以咧就即係換嚟一個即係強健嘅體魄咁樣啦。咁就真係要攀山涉水嘅，即係行一啲懸崖嘅地方或者係索間啦咁。咁但係咧，即係除咗索間之外，係啦，咁啊就會亦都會咧，即係睇花，亦都會見到一啲香港嘅動物物種。所以後尾咧就即係寫咗2本咧關於香港動物嘅書。咁啊，例如咧即係呢一隻咧就叫做短腳角蟾咁隻腳就短啲嘅。咁啊，另外咧佢有趣咧就係咧，因為其實大家都可能知道，即係青蛙嘅幼體咧其實係蝌蚪嚟嘅。咁佢個蝌蚪咧其實亦都相當有趣嘅。咁啊，大家可以見到咧，其實咧，我真係未見過一個物種咧係咧，即係個嘴大過個頭嘅咁樣，大過個身咁樣。咁但係原來咧呢一隻短腳角蟾咧，佢就係咁有趣啦，即係成個形態係非常之可愛咁樣啦，我覺得可愛嘅。咁另外咧都有啲香港嘅物種啦，咁啊叫做香港裸螈。咁香港裸螈咧係一啲淡水溪澗嘅物種嚟嘅。咁你會見到咧佢成長嘅時間咧，你見到頭先即係雖然個熒幕有啲閃，不過咧就大家可以見到咧，即係右邊呢一個咧香港裸螈嘅幼體，即係佢 BB 嘅時間咧，其實咧佢個樣都非常之趣致嘅。我甚至可以覺得咧，佢可以咧變成一隻香港嘅其中一隻吉祥物啦，個樣都幾可愛，應該有人買嘅咁樣。咁之後另外就仲有即係香港南海溪蟹啦。我哋行山嘅時候，即係可能呢度附近行山，我哋會去紫羅蘭山。呢度附近係仲有咩山？柏架山係啦，柏架山我就係喺柏架山影到呢一隻香港南海溪蟹啦。咁即係細細隻，但係非常之搶眼，亦都非常之勇敢啊！即係面對我即係大過佢可能係哇幾十倍、上百倍嘅人類咧，其實咧佢都一啲都唔驚嘅喎，一啲係啊，即係佢就係張牙舞爪咁樣，要嚇走你咁樣，咁就即係俾我影到一張好靚，亦都係充滿母愛嘅相片啦。咁後尾咧，即係咧呢啲經驗啦，除咗係即係寫散文之外咧，亦都係咧會寫一啲嘅小説啦。因為小説咧係一個即係另外一個唔同嘅媒介嚟嘅，因為小説咧係容許有少少虛構，咁亦都可以構建一個即係我自己所喜歡嘅一個世界啦，咁樣亦都係喺裏邊畫咗好多唔同嘅插畫啦。咁大家見到嗰隻南海溪蟹咧又出現啦咁樣。咁係啦，即係不過咧，我哋即係都會有時都會留意到咧，可能香港咧有一啲物種咧係正在消失啊，因為即係可能係因為環境嘅變化嘅關係啦，又或者係即係係主要都係一啲棲地嘅喪失啦，咁就有一啲咧其實咧係即係已經係 extinct in the wild， 即係喺香港已經係叫野外滅絕嘅物種啦咁樣。咁就係咯，咁即係我哋點算咧？我哋都要諗下究竟，即係譬如香港係有一啲嘅頭先所提過嘅蘭花啦，或者係一啲嘅淡水龜啦，其實都係面臨住一啲威脅嘅。咁我哋就即係希望可以諗下一啲辦法咧，嚟解決呢啲問題，又或者係即係點樣可以保育佢哋咧？咁至於即係呢幾年咧，即係除咗寫書畫畫之外咧，仲有做啲咩咧？參與咗呢一啲咧藝術嘅活化計劃。2019年嘅時候咧，就喺梅子林村沙頭角嘅梅子林村嗰度咧，就嘗試咗我第一次啊！因為其實我係第一次畫壁畫嘅啫。咁我從來以前咧都係畫嗰啲好細型嘅水彩畫比較多。咁係啦，真係有一個好大嘅空間俾我畫咧。呢個活化計劃咧就係第一次啦。咁我喺嗰度做乜嘢咧？其實咧就因為其實鄉郊咧係有好多一啲嘅即係叫做未活化嘅屋，或者係一啲冧咗半冧嘅屋啦。其實即係就咁擺喺度，其實好嘥。呢啲都係香港嘅歷史文化資源嚟嘅。咁就做咗一啲活化計劃咧，咁就即係畫一啲嘅生態壁畫啦。咁我因為比較熟悉一啲自然生態嘅內容，咁所以咧就會見到壁畫咁樣，咁就即係畫可能當地見到嘅一啲嘅動物物種啦，即係例如我話即係呢幾隻雀咧，即係赤紅山鷦鷯啊，呢隻相思啊，呢隻
山雀啊，同埋呢一隻咧叫褐翅鴉鵑啊，都係喺梅子林一帶咧，其實咧係可以揾到嘅物種嚟嘅。咁就另外啦，因為我喺畫壁畫嘅時候咧，其實咧都係留咗喺嗰條冇人住嘅村，冇人住嘅，因為好多村落咧，因為太偏遠同埋佢嘅基建唔夠好咧，咁所以其實未必係有人住。咁啊梅子林咧就係一個例子啦。咁我就喺梅子林村嗰度就逗留咗3個月啦。咁啊其中喺夜晚嘅時候，因為嗰陣時咧我就寫緊一本書，頭先都介紹咗係尋他呢一本書啦。咁就即係亦都係夜晚咧就會出去共下睇下夜行會見到啲咩動物啦。咁啊見到果子嚟嘅。咁啊另外咧亦都係嗰度有好多牛啦，亦都係成日會聽到一啲村民喺口中裏邊提到即係牛呢個物種。咁所以咧就即係亦都將佢畫咗喺即係壁畫上邊啦。咁啊，另外而家都做緊一啲 project 咧，係即係關於一啲復育珍稀植物嘅一啲嘅 project 啦。咁例如喺梅子林一帶咧，有一種秋海棠咧係相當罕見嘅。咁就即係而家咧，我就係做緊一啲植物保育嘅好似保姆咁樣嘅工作啦。咁啊，至於即係荔枝窩又係咩地方咧？就係梅子林旁邊嘅一個比較大嘅客家村啊。咁啊，其實咧我就係住咗喺嗰度咧，就已經5年㗎啦。咁喺5年係啦，5年究竟搞乜鬼咧？咁啊，咁就其實就即係我本身係一個城市人嚟嘅。咁啊，5年前咧就搬咗入去荔枝窩。咁啊，同時咧亦都咧開咗一個農場咧，就叫做隱山啦。咁樣咁可能有別於一啲即係其他嘅農場，即係以可能係一啲產量為即係叫做最大嘅目標啦。咁但係我從來都唔係視呢個為最重要。當然農作物嘅產量係好重要，但係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農田，其實係有更加大嘅一啲嘅發展嘅空間啦，又或者係即係可以做其他嘅嘢。咁例如咧，我會當隱山呢個農場咧係一個藝術嘅作品，係一個4季變化嘅藝術作品嚟嘅。咁就即係因為其實我本身都做過2年 full time 嘅即係 landscape 嘅工作啦。咁所以咧嗰時咧係種花園，咁咧就要諗啊，即係點樣可以安排種啲植物係種得靚咧？咁所以咧即係當我 plan 隱山種植嘅時候咧，我亦都係有一個即係好似 landscape 咁嘅考慮咧，就希望咧嗰個地方除咗有得出產之外，仲要係一個靚嘅地方。希望咧有即係朋友仔入嚟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有一個愉悅嘅視覺效果咁樣。咁啊，隱山近況就如何咧？其實就呢排就種咗好多洛神花嘅咁就即係都可以會搞好多活動啦。咁其實咧，即係今日咧，我自己咧都係啦，即係咧有個袋咧裏邊咧都滿是呢個農產品啊。咁我覺得咧，大家咧可以傳去睇下，或者可以攞出嚟嘅。係啦，點解咁香咧？因為咧其實咧就有幾袋嘅洛神花啦，跟住同埋咧有幾個好大嘅檸檬。咁因為大家可能未見過洛神花，係啦，檸檬呢樣嘢咧就係犀利啦。大家攞住最大嗰個咧，其實就係有好多人以為係咪碌柚嚟㗎咁啊？其實並不是喎，係我哋咧種咗好多嘅香水檸檬。咁大家可以捽下咧嗰個檸檬嘅表皮咧，其實咧係相當之香嘅。咁啊係啦，即係咧，即係種完出嚟之後，梗係即係益下親朋戚友，或者係一啲即係參觀嘅朋友啦。咁啊嚟咧，即係做一啲洛神花嘅採收嘅活動啦。咦係喎，好似見到熟悉嘅人啊！咁咧就係即係都有好多朋友咧嚟過嚟玩啦，又或者咧，甚至有啲學生咧嚟學習嘅。咁啊，我哋個田嗰度咧就種咗好多食用花，貪靚啊嘛咁啊。咁啊食用花咁啊就顧名思義就可以食㗎啦。即係因為我哋係即係一個有機種植啦，咁樣咁就再種咗一啲菊科嘅植物咧，其實就可以咧整到好靚嘅花花曲奇啦咁。另外咧，即係仲有啲新油嘅，咁啊嗰啲新油咧就係咧，即係可以愛嚟做花花雪條啊咁啊，因為其實食用花係好靚啊，咁所以咧基本上做乜嘢出嚟咧，其實咧都係非常之亮麗亮眼，好
可觀嘅咁樣，咁就整咗一啲咧4時咧都會有一啲變化嘅一啲嘅花花雪條啦咁樣，咁係啦，另外咧亦都一個非常重要嘅，就係做一個叫做生態嘅教室啊，係啦，生態教室就係咧每一年其實有大學啦、中學啦，大學中學比較多嘅，咁啊就會有好多嘅朋友咧就過嚟咧做一啲生態嘅學習啊，咁啊例如啲同學仔咧可能咧就會有得收成啦，咁佢哋咧譬如咧攞住嗰啲花嚟影相啊、採集啊，跟住之後就會做一啲藝術嘅 workshop 咁樣，可能畫下畫，又或者一齊寫作之類啦。咁咧跟住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下，知唔知左手邊個係咩嚟㗎？咩菜嚟㗎？左手邊個咩菜？可能類似。接近係同科，即係佢係一個西蘭花嚟嘅西蘭花。原來我哋平時喺超級市場見到嘅西蘭花係未開花嘅咁樣，再種耐啲咧，佢就會開好靚嘅綠色嘅花。係啊，冇錯，因為我種過，所以我知咯咁樣。咁咧就即係另外咧喺個即係有一個。古仔係有趣嘅，就係咧領養菜粉碟。咁我話說咧喺呢個洛神喺呢個西蘭花上邊咧，其實咧會有好多一啲菜蟲啊。咁我哋菜蟲咧就主要係一啲即係叫菜粉碟啦。咁啊會有啲毛蟲。咁咧但係咧嗰啲小朋友咧頭先即係嗰班小朋友咧，其實咧佢哋都一啲都唔驚嘅喎。我撈翻出嚟先睇下先。小朋友在哪裏？小朋友在即係咧佢哋咧就咧同我講啊，跟住話咧問我啦，可唔可以咧領養啲毛蟲喎咁樣，咁啊結果咧嗰次嘅呢 team 朋友仔咧，其中有有2個男仔咧就拎咗20條嘅即係毛蟲走啊，咁佢哋話帶翻去學校，咁咧就會想記錄一下咧，即係咧毛蟲幾時會結蛹，跟住再幾時會變成蝴蝶，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後續咧係一個更加靚嘅故事啦，能夠俾佢哋除咗認識呢個即係文化荔枝窩嘅歷史文化之外咧，另外咧都有一個即係好似生物學嘅一啲嘅知識啦咁樣，咁就非常開心啊！咁啊另外咧喺隱山咧，其實咧都種過一啲唔同嘅原生嘅植物嘅，咁啊即係一啲嘅 project 啦，咁就會培一啲苗啊，一啲嘅即係原生植物嘅苗咧，跟住就帶去香港唔同嘅中學嗰度咧，咁就做一啲嘅即係啦，做一啲觀察啊。咁有趣係佢哋種完之後咧，其實咧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後續活動，就係包括咧佢哋會 develop 佢哋每一間學校自己嘅一啲 project。咁有一啲 project 咧就係關於文字就整咗本書出嚟，有一啲係關於藝術嘅。咁啊另外有一間學校咧仲勁啲。即係佢用嗰啲即係 AI develop 一個 apps 出嚟，咁跟住就可以 detect 到咧究竟嗰啲泥土裏邊嘅水分或者係即係陽光啊、光照啊，會唔會有蟲害啊？就會透過 AI 咧就可以即係表現到出嚟。咁就即係雖然係植物，但係就可以即係無論係喺藝術或者係科學方面咧，都帶嚟一啲嘅啟發啦。咁亦都係可以 develop 咗佢哋自己嘅研究啦咁。咁另外喺荔枝窩咧，我就會成日做一啲叫做即係夜行活動啦咁樣。咁就其實我琴晚點解係啦？即係琴晚我都係做緊一啲夜行嘅活動。咁我哋就會見到好多即係有趣嘅動物啦。咁啊，例如咧就係咧呢個咩嚟㗎？右邊呢個咧就係叫做黑康蟾蜍，係啦，即係佢就係一隻即係好常見嘅青蛙啦咁樣。咁啊夜晚我哋都會見到咧，另外隔離嗰隻係咩啊？豪豬或者箭豬，冇錯，係啦。咁喺夜晚咧，其實冬天咧都會咧見到一啲即係自然生態嘅嘢啊。咁啊，即係豪豬啦或者箭豬咧，都係我哋會常見到嘅一啲嘅動物鄰居嚟嘅。好，咁啊，再睇下啦。如果咧即係咧再望下先，咁啊等佢撈一撈條片出嚟先，咁啊希望佢快彈出嚟啦。因為咧頭先咧即係咩嚟嘅咧？有啲刺激感喎。咁啊就係頭先所講咧，中樂團咧其實做一啲環保胡琴嘅時候，就拯救咗好多嘅蛇，係啦，好多嘅蟒蛇，係啦。exactly 咧喺荔枝窩咧就可以見到咧呢一種蟒蛇就係緬甸蟒啦，係受保護嘅緬甸蟒。咁有時咧我哋係帶夜行生態嘅時候咧，都可以見到呢啲受保護嘅野生嘅蛇類啊，咁啊，即係一條就
2-3米咁樣咧。不過我哋就唔太驚嘅，因為其實即係都冇即係妄射冇毒噶嘛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亦都係即係寫咗一本書啦。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喺圖書館或者喺即係書店嗰度望一望啦，就叫做隱山山居日月筆記，就記錄咗我喺荔枝窩嘅一啲嘅生活啦咁。咁啊，另外咧，即係都仲有一啲動物嘅朋友，我哋可以喺荔枝窩見到。例如咧，就係有啲牛啦，唔同我都俾咗名佢哋嘅。呢個金毛強啊，呢隻叫咁樣。咁啊，亦都係帶嚟咗好多創作嘅靈感。我甚至咧就即係幫佢哋寫詩啊咁樣。咁啊，而佢嗰個生態咧，亦都係即係非常之在地，同埋真係叫做好環保啊，在地嘅肥料咁樣。咁我就即係會係即係幫佢做產試官咁樣，就係啦，產試官啦。跟住之後咧，就即係另外我哋咧喺個史裏邊咧，其實咧都會見到好多糞金龜。咁即係咧我哋有時喺卡通片裏邊咧見到有啲碌糞嗰隻咧，其實就係呢一隻糞金龜啦。咁啊，另外咧，我都發現咗咧，其實牛咧就即係會食微金菊嘅喎，因為其實微金菊咧都係被稱為一啲叫綠岩啊，又或者係一啲好唔好嘅一啲外來入侵品種。咁但係咧，我同啲牛相處嘅期間咧，又發覺咧，即係原來，咦佢哋會食嘅喎咁樣。咁啊話説啦，即係隱山咧就有幾塊田嘅，咁啊其中一塊咧就即係私人租嘅一塊田嚟嘅。咁咧就大件事啦，我唔夠時間，因為有一批。即係有一位 partner 咧，佢都醖釀咗要退休啦咁樣，咁我點算咧？咁啊，即係閂晒成個田嘅微金菊啦。大家可以睇大概係8000至1萬尺左右咧，其實係閂滿晒微金菊嘅。咁我點算咧？我一個人搞唔掂喎，跟住就請咗即係幾位嘅牛朋友過嚟啦，跟住就幫我清理微金菊，咁啊睇下佢點食啦。佢哋就真係會咧食一啲微金菊啦，同埋咧喺田裏邊一啲好高嘅雜草，即係可能係1.5米3啦，即係冇我咁高嘅，即係咁樣嘅雜草咧，咁就要靠佢哋幫我清除啦，咁樣，咁啊係啦，幫我哋拍咗啲片啦，咁啊叫做牛協作管理嘅，係啦，牛協作管理嘅田地，咁你會見到咧，佢哋咧就喺度狂食啦，咁結果係如何咧？我都有即係做一啲嘅有大有細啦，咁協作管理幫我食微金菊咁樣啦，咁就佢哋咧其實咧就結果咧係2日 total 用咗5小時。就可以咧幫我咧清晒，即係7-8千尺嘅田裏邊嘅微金菊，係非常之犀利。我覺得我完全係冇辦法可以即係冇得比美啊咁樣。咁佢哋即係食得好快嘅，咁啊非常之可愛啦。咁啊亦即係我同時好似開緊即係6部犁田機，唔係6部嗰啲係啦，即係打草機係啦，打草機咁樣，或者係即係一啲係除草器咁樣啦。咁呢隻即係 BB 咧就好開心啊，食飽就喺度即係休息下啦咁。咁另外咧，其實咧即係除咗係咧即係一個叫做人牛嘅協作管理之外咧，咁啊另外我喺梅子林咧都係進行緊一個地景藝術嘅，就希望咧係可以用一啲荒廢嘅梯田咧，我嚟做一啲嘅地景啊。咁亦都係即係將會舉辦一啲唔同嘅公眾活動。咁啊，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嘅話咧，希望咧都可以報名參加，或者即係趁住而家天氣涼涼地啊舒服嘅話咧，咁可以咧就去梅子林荔枝窩咁啊，即係參觀下咁啊。咁啊，即係牛等緊你係啦，曉文都等緊你咁啊，希望大家係啦，即係多多支持啊！多謝晒。跟住嘅時間，我哋會係有一啲嘅 Q&A 啦，有討論啦。如果大家喺網上或者現場會有一啲問題嘅話，隨便請大家隨便即係舉手發問。咁或者而家我都請2位嘅嘉賓曉曼同埋 Dr. Chin， 我哋就一齊即係傾下偈先啦。已經有人有問題咯喎，係咪啊？呢條係咪有問題啊？我俾你。我想問下 Selina 嘅，樂器改革係一個好大嘅中樂團最開始嘅一個使命啦，咁樣。咁
如果你而家仲用緊蟒蛇皮嘅話，其實你係唔係冇辦法會發展到甲胡依類咁樣嘅低音嘅樂器咧？係嘅，應該可以係咁講，因為其實嗰陣時阿楊教授研發咗嗰個第一版嗰個甲胡咧，就真係擺咗喺倉入邊。咁我哋好慶幸，我哋喺日本演出嗰陣時咧，就係見到嗰個位先生啦，咁就問翻阿楊教授，咁一路咁做。如果我哋唔去，其實我哋嗰陣時做咧，因為大家都睇到中樂團嚇，即係成個大型民族嗰個中樂團，佢哋好多而家嘅團都仲係用緊佢哋嘅cello， 即係西方音樂嘅 cello。因為個中國樂器其實嗰個係一個樂團係需要一個低音去承托成個音樂嘅發展。咁所以我哋好慶幸就係嗰陣時，當然我哋最初做嘅時候，其實最主要本來就係做低音嗰兩個樂器先。咁後尾就發覺，咦，次次都用一個咁大嘅嚟去做，好似唔係咁環保喎咁。咁於是就從細開始。咁所以我哋第一版嗰個環保琴其實係高胡線嘅，嗰個皮係最細。咁一路做出嚟。咁我哋都好開心。而家都有啲樂團咧，其實係同我哋咧去構置緊佢哋呢啲環保胡琴系列，包括低音啊、高中音啊啲。所以我見到個生態其實而家係一路喺度去緊嘅，就係唔單止係而家中樂團用緊，而且仲會有一啲購買渠道啊，或者 share 俾唔同嘅樂團啊，希望呢個環保呢個胡琴係可以再傳遞喺更多地方嘅。同埋而家都好有趣嘅就係中國係唔俾呢個蟒蛇皮嘅樂器入口嘅，咁但係佢哋自己嘅團係用緊呢啲蟒蛇皮嘅喎，我都研究緊點解咁得意嘅咧。所以我哋其實而家仲有一種傳統樂器係三弦，佢哋都仲係用緊蟒蛇皮嘅。咁所以我哋嗰次最近入去新加坡華樂團，佢哋嗰次入去上海演出咧，就遇到好大問題，因為佢哋啲環保嗰啲蛇皮琴係入唔到口，咁結果要喺嗰度搞咗一大輪嘅借啊啲咁。咁而我哋去上海或者國內演出嗰陣時咧，咁冇問題啦，但係就係個三弦係唔得嘅。變咗而家你係唔能夠帶三弦琴去內地演出？係啦，我哋只可以咧就係問內地嘅朋友借，或者佢自己有一個係用第二種物料去研發嘅三弦琴入去內地。明白。係後面有另外。其實我想問兩位嘉賓嘅，就係講到文化同可持續發展啦。香港八大中心有一個都係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啦。譬如話你中樂嗰啲好多其實都係一個技術嘅發明。譬如話喺荔枝窩嗰度，亦都係一個自然場景嘅一個可以記錄得到。我個問題就係 IP 方面，你哋有冇將嗰個技術發明或者嗰個場景保留同埋註冊，或者諗過註冊佢哋嘅 IP， 令到可以再同其他產業發展延伸，令到嗰個效益更加大咧？唔該。好，或者曉雯講先啦。暫時其實都未真係有一個 IP 嘅註冊咁啊，咁不過就即係可以諗嘅，即係會其實例如隱山啦咁樣，即係會種而家我哋個場咧，其實最主要係種食用花咁樣，都喺度諗緊會唔會同一啲即係唔同嘅即係一啲嘅食肆啊飲食嗰方面咧係做一啲嘅 crossover 啊咁樣，咁因為其實都係本地嘅物種，咁喺個即係運輸方面當然咧就會即係嗰個碳足跡就會少好多咁樣，咁亦都係環保啲，咁亦都係咧即係會新鮮啲，因為有時我哋可能喺一啲即係超級市場買一啲嘅即係食用花，咁可能已經係經過即係飛機嘅運輸，再擺喺即係雪櫃已經係擺咗幾日啦咁，但係如果相對真係喺荔枝窩種可以就出醒嘅話咧，其實咧就會更加即係叫做合乎嗰個環保嘅意識啦，我覺得。咁你真係可以做到登記呢一個荔枝窩嘅食用花，即係呢一類咁嘅可能性啦。因為其實頭先呢位嘉賓問緊嗰樣嘢就係，其實如果可以有 register IP 之後，跟住嗰個傳播嘅形式，或者可以推到更加廣，因為我哋成日講即係文化呢一樣嘢，我哋點樣可以推廣得更遠、更深咧？咁如果 IP 係一個可能性嘅話，咁其實呢樣嘢可能都有機會嘅喎，係咯。非常。請講。
唔好意思，我叫 Thomas 黃象之。其實頭先講到咧，可以考慮國家地理標誌。我哋香港啲人比較少啲注意，因為荔枝窩如果做到國家地理標誌嘅話咧，其實就可以註冊 IP，一路產業咁發展落去。係咪可唔可以解一解咩叫國家地理標誌 ？Geographical indicators， 例如香檳，你唔係香檳出產嘅就唔可以叫香檳，就只可以叫 sparkling wine。所以國家地理標誌，如果你荔枝窩出咗嗰種嘢嘅話，你註冊咗嘅話咧，全世界淨係得我哋有嘅啫。哦，其實呢樣都有趣喎，因為我以我所知，即係譬如荔枝窩而家咧有幾樣嘅產物咧，其實好多即係農場都有種嘅，例如係荔枝窩咖啡，又或者係荔枝窩嘅薑黃，係啦薑黃咁啊，或者係荔枝窩呢排都好多人種洛神花，咁啊如果真係做到一個即係高嘅 quality， 又或者係即係有一個IP 嘅品牌嘅註冊，其實咧都係一件即係可以衝出香港，甚至係邁向世界一件事嚟嘅。多謝你。謝謝。可以，多謝。係啦，呢個就係我今朝收嘅一個即係洛神花咁，可以攞嚟沖茶嘅。好啊，咁講翻個環保及其實我有嘅，又有申請呢一個專利，包括有實用新型啊、外觀設計啊嗰啲都有台灣、世界同埋中國香港都有申請嚇，都有嘅嚇。好，或者大家仲有冇咩問題？Anna。我想問下請教阿 Selina， 即係頭先咧古生演奏嘅時候都有講過有3個不嘅 principle， 咁我就保護傳統做 heritage 嘅，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要創新，即係不創新就不能可持續落去。咁中間點樣去平衡呢兩樣嘢咧？即係嗰3不嘅 principle 係點嚟嘅？佢其實我哋頭先都同阿古生傾，就係梅蘭芳嗰陣時，佢都係一個即係喺藝術方面佢都係創新喺京劇嗰方面。咁所以佢其中一個就係移步不換影，即係等於好似我哋嘅演奏，其實有好多人都好似我哋頭先傾，都係做過一啲樂器嘅研發。咁但係佢改到成個樂器個樣咧擺出嚟，覺得咦咁得意嘅，咁奇怪嘅咁。咁所以我哋就話一定要俾人哋起碼喺外觀上邊。唔好覺得咦咁怪嘅呢個咩琴嚟啊咁，同埋喺傳統上面，其實二胡或者高胡、中胡都好咧，已經好深入民心，所以我哋一定要補翻佢個外形。咁而另外就係嗰個演奏法，其實大家已經好多人係學咗好多年，佢哋點樣演奏。咁如果你就一搞個琴出嚟，呢啲人要重新去學過咧，即係所謂即係真係推倒重來，其實。相對你又一嚟摒棄咗傳統，二嚟咧亦都係你喺環保上面都係唔划算嘅，因為你又重新再嚟過。咁所以就係演奏法一定要唔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咁喺呢個情況之下，點樣能夠再做得好啲咧？咁所以頭先就有講過係音色嗰方面，我哋就盡量希望，但亦都唔係話去諗一種新嘅音色出嚟，要係冇晒舊嗰樣嘢。咁所以點解我哋個二胡成日搞咁耐，就係因為大家對二胡音色個要求實在太高。所以我哋成日就一定要好審慎，唔好到時搞出嚟同成個樂團，又或者嗰啲樂譜，其實已經有好多作曲家已經寫晒好多唔同類型樂譜，都係用二胡個音域嚟去演奏。咁如果你搞一個新琴出嚟，個音域啊咩又係轉晒，又係唔環保嘅，其實啲嘢又已經用唔到。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有翻一個傳統一個中軸線喺度，而係將佢咁樣慢慢去發展。係 Benny。係我有2個問題嘅，一個係for human， 一個係 for Selina。咁可能 Selina 先呢一個比較 practical 嘅問題。咁呢個 eco 嘅呢個二胡咧係平啲定貴啲咧？古生你有冇買過啊？有，合理價錢。亦都咁講，傳統二胡咧有啲而家係賣到好貴嘅，以我所知。咁當然係嗰個價值嚟講就係見仁見智啦。咁當然環保琴我哋呢個咧，其實都係因為以推廣為主，所以我哋而家暫時都未係話係好貴，其實係 affordable 嘅。好似阿古生已經買咗幾個啦，係咪啊？2個啦。咁另外音視處咧，其實而家咧大家去如果睇音筒佢哋嗰個演奏咧，佢哋嗰個少年佢哋嘅中樂團，其實嗰啲琴都係用緊我哋嘅琴嘅。咁你知大家政府係好節儉噶嘛？咁所以佢都能夠幫我哋買，所以都唔會係太貴。呢個係一個指標嚟嘅。OK。係
係咁另外一個 question 其實呢個係好奇嘅for human， 因為都好有趣你分享。就係講可能呢個就係講植物啊，仲有呢個動物啊，都變成係你嘅靈感啊，或者係甚至乎動物係變成一個 co-creator 咯。所以我覺得係好有趣嘅。不過都想問下，就係講你本身作為一個藝術家，作為一個文化工作者，咁其實你覺得你嘅呢個角色喺呢成件事，喺就係講喺做呢件事，其實係咩咧？係。我自己係即係做緊大自然嘅推廣，香港大自然嘅推廣。咁啊，即係其實即係都有可能頭先都略略提過，因為喺我人生生命最低谷嘅時候，而家回想翻都係嗰段時間係非常之難克服嘅時間。咁對於心靈嘅治癒咧，其實我覺得大自然係非常之好嘅咁。咁我哋好我哋欣賞大自然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咁啊，其實即係可以行山睇一啲好宏大嘅風景，但係如果我哋好微觀嘅話，亦都係見到好多即係有趣嘅自然生態啦。咁啊，即係一隻動物其實都可以帶到好多嘅即係樂趣俾我哋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亦都可以咧，即係透過大自然裏邊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去欣賞。你可以透過藝術嘅角度嚟欣賞，亦都係可以用科學嚟即係諗下究竟點解動物嘅演化會係咁樣嘅咧？咁所以其實即係大自然呢樣嘢咧，係我覺得係可以適用到即係每一個人其實都可以即係去 enjoy 呢個大自然嘅。咁所以即係我就其實就係做緊一個推廣嘅角色，睇下大家對於咩角度係有興趣，盡量可以發揮到大自然最美好嘅一面啦。好，謝謝。到我想問啦，我想問下曉敏，嗱頭先你講嗰啲牛就幫你食嗰啲草啦，你其實係一個咩契機令你發現咗呢一件事嘅咧？其實係不斷地觀察啊，因為其實即係當我哋即係我住喺城市嘅時候咧，其實我冇機會係可以見到牛。咁但係喺荔枝窩咧，即係佢會有一啲原本已經居住係原居民啊，即係嗰啲牛已經係即係住咗好耐㗎啦。咁我喺耕田嘅時候咧，佢哋成日都會望住我嘅。咁因為有時咧圍住你係咪望住我咯？咁因為其實可能我個田咧有時會有啲雜草咧，咁樣除咗草之後就會擺出去啦，跟住佢哋就幫我食咁樣，跟住我又發現到咧，原來我哋唔要或者係即係好驚嘅微金菊咧，即係往往可能其實之前咧會有一啲活動係要清除微金菊嘅咁，但係我又發現咗，咦，其實未必係一定係要人清喎，即係牛其實佢哋係好中意食啊，甚至係佢哋嘅 preference 咧係第一下就係已經係食微金菊啦咁我又覺得即係而家會唔會算係即係以呢個牛嘅天性嚟解決一啲人類嘅問題咧？其實我就覺得其實某程度上係嘅咁同埋咧，即係你而家咧點解我咁急切咧要即係啲牛幫手食微金菊，就因為而家開花，嗰啲微金菊萬一開花，其實佢哋結果之後咧就會隨風咁樣飄，好似即係好似啲蒲公英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喺佢哋開花結果之前咧就處理晒佢哋咁樣。牛咧的確咧係即係幫咗我好大嘅忙啊，我都要即係多謝佢哋咁樣。我哋真係要多謝下。咁我想問啦，嗱，而家喺荔枝窩入邊咧，其實即係除咗你嗰個地之外，其實周圍都有好多啲微金菊。其實啲牛都會自己主動去食嘅。其實只要其實佢哋可以reach 到嘅地方，或者冇難處嘅地方，佢哋掂得到嘅地方，佢哋都會食嘅。有啲係成咧擒到好高咧，就係為咗食嗰啲微金菊咯。其實佢哋係好中意食嘅。我知道你呢個引山咧，其實你都仲需要好多人幫手嘅喎，你會唔會喺度呼籲一下咧？係冇錯啊，因為其實咧即係引山其實就係人唔多，因為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啲叫做偏遠鄉郊發展嘅時候嘅一啲嘅問題，就係即係太偏遠啦，冇乜人住咁所以咧亦都係即係非常希望咧就係會有朋友仔可以入嚟做即係一啲短嘅義工啦，即係可能係係啦，即係有興趣。有乜嘢需要咧？例如有咩需要？工作唔係食草咧，應該係咪啊？唔係嘅，係啦，可能咧就幫我即係
可能一齊嚟下田啦，又或者即係頭先所講嘅梅子林嘅地景啦。咁啊，我需要一啲朋友仔可能幫我搬下石頭，即係或者我哋會挑選一啲好靚嘅石頭擺喺我哋嘅地景裏邊。因為其實咧，即係我好多時就唔想話即係所有嘅嘢都係自己做晒，而係我覺得即係讓大自然介入，或者係讓其他人介入係一件好有創造力嘅事啊。咁就即係例如個田就係讓牛牛介入啦。咁但係即係荔枝窩梅子林嘅地景咧，就可以咧有多啲唔同嘅參與者咧，都希望歡迎咧佢哋咧係可以參與一啲嘅藝術活動，令到我哋嘅地景咧更加豐盛咯。Anna 有個問題係咪？我呢條問題想問阿 Celine 嘅，你哋研發咗之後咧，因為始終係個傳統音樂，有冇影響到其他傳統音樂或者其他文化嘅傳統音樂嘅研發嘅一個開創咧？即係譬如而家我講緊好多一帶一路啊，其他甚至係一啲 indigenous culture， 因為始終佢都可能會用好多即係所謂而家禁止用嘅一啲動物嘅嘢，咁唔知有冇呢一種咁嘅開拓嘅？佢都引起一啲關注嘅，因為好似上次舊年嘅 Hong Kong PAX 咁咧，咁其實都有啲中東嘅國家都特登嚟同我哋傾，即係因為我哋係一個民族嘅樂團，用民族嘅樂器，咁而我哋奏出嚟嘅音樂都係同國際接軌嘅，咁而佢哋都喺度睇緊佢一啲中東嘅一啲傳統嘅樂器，個將來我哋一啲民族樂團嘅發展係咪喺呢一方面係可以做一啲工作咧？咁所以呢個都係會引起一啲關注喺度嚇，咁同埋亦都好似講，其實中國嘅樂器仲有好多係需要做研發，咁即係例如而家環保琴係其中之一啦。咁其實好似傳統嘅一啲吹管嘅樂器，咁或者一啲音色啊，或者好似話生佢哋嗰啲簧片啊嗰啲，都係需要仲有好多工作去做。咁呢個會唔會係中樂團未來嘅發展方向咧？係，我哋都好樂意同香港演藝合作。唔該。好，仲有冇問題咧？我諗可以有最後一條嘅問題。如果冇嘅話咧，今次呢個 section 我哋就完。有一個問題 ，online 有一個問題，咦，我睇唔到，可唔可以同事幫我讀啊？我呢條睇唔到。唔該晒 Simon。係網上嘅朋友咧，想請問一下新物料嘅琴可以用幾耐啦？同埋會唔會經過一啲時間之後咧，需要保養或者更換嘅？好，呢個問題俾 Selina 嘅。都好多人問過呢個問題。咁 so far 我哋研發開始第一個琴應該2005年開始就已經用㗎啦，咁就用到而家。啱啱20年喎。係啦，咁所以仲係用緊嘅，咁所以我可以講就係會超過20年啦。好，咁就好，咁今日我哋呢個時段就結束啦。再次多謝 Dr. Chin 同埋多謝曉敏，咁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好。